10年来从未有人上殿进寡人饭。我只问一句，刺客张九，我难解甲胄，你替寡人除此大难。怎么了？为秦杀贼，不求什么呀？大秦他怎么会在盒子里？必封杀。那是秦始皇，那写着呢吗？秦始皇？怎么伤我大秦？这字做什么状？好像是，又不是。宣我法令，那个叫简体字。有报刺客长弓者，赏1000金。秦始皇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在盒子里？王贵隐，秦始皇画像朕见过，不对，他不是秦始皇，一定有人谋逆冒充他。大哥，那个是电视，那里面都是假的，演戏呢。妙莲，你跟朕说说，这地方为什么那么奇怪？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你记住了，不是朕，是我，不是给朕讲讲，是给我讲讲，记住了吗？那，你给我讲讲，现在是什么朝代，什么皇帝，什么年号？现在啊，是1000多年以后，21世纪，也就是公元2014年。你现在脚踩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，至于皇上嘛，我们这世纪已经没有皇上了。最大的官儿就是国家主席，由选举产生，一般连任5年到10年，不像你们那个朝代，什么老爸传给儿子，儿子传给孙子，完全不一样。现在是太平盛世，国泰民安，你可以大胆放心的走在马路上，不用担心别人去杀你。讲的太多你也听不懂，睡吧。干嘛呀，小公公又发情了？朕从来不强迫女人。以前你是妙莲，妙莲喜欢朕，朕喜欢妙莲，所以才会那样。你现在是冯峰，我们就是陌生人。朕是95之尊，有的是女人，谁稀罕你？哎呦呦，95之尊，哼！我跟你说，你以前也就是皇上那么多女人才会喜欢你，因为你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能带给他们荣华富贵。你现在呢？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就不信了，有几个女人会喜欢你？哼！睡觉。妙莲，不是冯峰，朕困了，我困了，我要睡觉。啊！你怎么耍无赖啊？你起开，这是我的床，起开！起开！妙莲，不是，冯峰，你真的不管我了吗？我来到你的老家，好歹也算你的客人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？睡地上。随便看看啊。老板，这2件多少钱啊？43块钱，便宜点吧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可怜可怜我吧，这个价钱我是赔上血本了。行，我买了。哎，给，哎，好嘞。
皇上，去把衣服换了去。朕是要微服私访吗？威你妹呀！让你换你就换，快！此衣如此不雅，朕如何换得？你没看到大家都是这样穿的吗？换不换？不换我可走了。哎，朕换。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妈妈说。哇！你这人模狗样的，倒有几分姿色嘛？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至于吗？这是什么混乱的世道？人们都这么淫荡，穿个短袖就叫淫荡啊？那你们那个时代那么多的妓女，男的都那么多老婆，那不是更淫荡？瞪什么瞪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把这衣服脱下来，穿回你的盔甲，热死你！老板，哎，有没有剪刀？有。录完之后还给我啊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啊，坐这儿。坐下呀。干嘛？让你坐你就坐呀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居然敢剪朕的头发！我们这儿啊，没有男的留长发。虎落平阳，被母犬欺。你骂谁是母狗呢？走。回来，看见了吗？那个是红灯，现在不能过去，你得在这儿等着，啊！行了，变绿色了，走吧。怎么御膳就2个菜呀？今天呢，我请你吃一顿大餐，也算我对你仁至义尽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许再跟着我了。这菜怎么黑了吧唧的？味道不错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吃吧。不吃是吧？不吃算了，在这儿还装什么皇帝大爷？好好吃啊！别吃啊！好吃吧？哎呀，拜托你别再跟着我了，我又没有监护责任，也没有抚养义务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朕就要跟着你。
你说的朕听不懂，朕只知道是你把朕带到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的，你得负责到底。在古代的时候你就纠缠我，到了现代你还死皮赖脸的跟着我。本公司长期招聘男公关，日薪1000元以上。哇哦！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。你为何笑得如此奸诈？你知道你长得很美吗？啊，走，跟姐回家，姐给你好好捯饬捯饬。这是什么打扮？这叫时尚。一会儿你做50个俯卧撑，充分体现你肌肉的线条，保证 OK，perfect， 完美。有何事，非要夜里去？哎，这个你就别问了，记住你的代号，叫李皇帝。李皇帝？这算什么名字？朕叫李欢。姐姐一会儿就带你去寻欢作乐去，起驾。好好玩啊！刘姐，你们先坐会儿啊，出去一下。怎么样，美女够多的吧？比你后宫那3000佳丽强多了吧？这工作呀，就太适合你的爱好了。你就把这当成你的后宫，你就会觉得工作又轻松又愉快。嗨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过来。乖，就去一会儿啊。慢慢喝。刘姐，哎呦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贵客呀。哎呀，刘姐，你真是越来越年轻了。瞧你会说话的，这嘴真甜啊。对了，刘姐，说正经的，我今天啊给你带来一个大帅哥，是哪包你满意。早说的呀，就是他。他妈妈生病了，家里急需用钱，你就多照顾照顾。要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你多多包涵啊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哎，看那外形跟气质还挺不错的，你放心吧啊。跟我刘姐保证没问题，一定不会亏待她的，放心吧啊！哎呀，放心吧。李花，李花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小乖乖，来，过来啊！过来呀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刘姐，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就在这儿工作了。有什么不懂的呀，多跟人家学学啊！我先走了，加油！哎，你走了？不，去吧，乖。不，哎呀，走吧，过来，来，害什么羞啊？过来。耶！甩货成功！哎，你说这千年不遇的学霸，人长得这么帅，还让不让人活了呀？就是啊，心理学什么的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就是想见他，那这么帅呀！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进去吧。您的酒。来干，请满意。
运什么气呀？好了，亲爱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帅哥美女光临我们的江南秀音乐会所。衷心的希望我们全场的朋友喝得开心，喝得愉快，祝愿你们拥有一个开心而浪漫的夜晚。感谢朋友。我们只做事，饮酒吗？第一次打，来这儿都是赚钱求包养的。此乃何字？这个是数字，你那个是17号，我这个是16号。来，感谢来自我们5号桌的张姐，还有好漂亮的美女啊！为我们的11号的少爷5000元的花篮支持，感谢我们的张姐。还有谢谢，哎，还有没有？哎 ，OK， 还有老顾客了啊！感谢我们的红姐，为我们的12号的少爷6000元的花篮支持，谢谢红姐，感谢。还有王姐，感谢。来，接下来还有没有？来，继续，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好，3号，感谢。让我们的5号少爷，5号到你了，走啊！好嘞。7号，安检站里。站住。接下来是，来6号。今天呢，非常荣幸向大家介绍本次的演讲嘉宾叶佳博士，掌声送给他。叶佳，著名的心理学博士，毕业于维也纳大学；医学博士，毕业于德国爱德堡大学；哲学博士，西方宗教研究博士，毕业于瑞士苏黎世大学；东方国教博士，毕业于西北大学国教研究所。除了我们知道的享誉国内外的大作之外呢，叶佳先生还在东海大学捐资修建了一座新的精神病研究所。今天叶佳先生演讲的主题：精神病和白日梦的区别。有请叶佳先生。同学们好，我叫叶佳，非常高兴今天大家能够来和我一起探讨精神病与白日梦的区别。谢谢。
神病的英文是 psychosis。患者的认知、情感、意识、动作、行为等心理活动，均可出现持续的、明显的异常。一会儿等陈姐来了，你们都给我好好招待招待啊，多哄她开开心，可少不了你们好处。放心吧，刘姐。哎呦，陈姐呀，痛快了，刘姐，是吧？哎呀，陈姐，您瞧瞧，可都想着你了，都盼着您来呢。来，坐。来，都坐。谢谢。哎呦，好爽啊！小姐姐呀，陈姐，小调皮。老规矩，见面礼1人1万。谢谢陈姐，陈姐最好了，还是那么乖。陈姐最近忙什么呢？做大生意，好养你们啊！哎，陈姐又是大方，哎，拿着，陈姐啊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拿着。哎，客气什么？谢谢陈姐。好，玩去吧。好，陈姐再见。好，玩去吧。去吧。哎呦，这帮小弟弟啊，就盼着您来。最近挺好的，有新来的吗？哎呦，陈姐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就正好有个新来的。哎，兄弟，在哪儿呢？那儿。哦，今儿刚来。这是陈姐的见面礼。峰峰，你居然把朕卖到青楼！哼，朕要杀了你！嘉业，你这淫僧！来了，朕要杀了你！确定在了肩上，用痴心等待，何必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